英國嘅經濟學人呢，就呢個咧最近咧不斷鑽研呢個中國官媒《人民日報》過去13年所刊登習近平超過1.4萬篇文章啊！好啦，總共係2000幾萬字嘅公開言論同埋所寫嘅文章，發現從特定詞語出現嘅頻率，可以觀察出習近平如今處於佢嘅政治生涯之中最大膽，亦都係最強橫嘅階段。例如對老百姓嘅關心由19% 降到9%，理解由24% 降到得返5%，討論由16% 跌到得返6%。好明顯，根本佢就唔使關心理解同討論呢老百姓嘅問題，你哋只係蟻民，係咪啊？會唔會有全聚德裏面嘅呢啲伙計咧喺度談論啲鴨嘅人權啊？哎呀，咁樣拖唔好你嘅，咁樣啊啲鴨咪會唔開心嘅，係咪？咁樣太殘忍啦，會唔會啊？老闆都唔會啦，何況廚師係咪？